来继续来到屏东垦丁的鹿儿岛园区，有两只水猪仔，哪像去互饲毒？两只水猪仔是软烧烧，业者本地想讲是钓竿去抓到，想袂到检验的结果，竟然发现体内有残留的毒物。虽然赶紧来抢救，也是救无倒来。业者无法度接受，讲要来追究到责任。警方讲无排除是去互人下毒。 敢是去外面翕到水池边，两只水猪趴伫咧溪边啊，看起来真正常。是毋到过点外钟，两只水猪看起来怪怪，工作人员赶紧想办法咧装上水猪，甲因送到病院，嘛通报警察到场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看到这个部分，所以他挑这一区。 比较少吃，对，他应该在这边待了一段时间。代志就发生伫咧树中岛垦丁鹿儿岛园区内底，工作人员看到两只古锥水猪，一只叫翠兰，一只叫牛苓糖，因看起来无男无女，剩一块尸血，紧急赶送到病院，嘛是宣告过身。当下立即的话，基本上我们以为是热中暑，这是热衰竭，但是当天又刚好在飘雨。 而且我们有附水盆跟遮蔽小屋，所以马上就联想不可能是热衰竭。牛奶糖基本上它已经处于在一个备孕状态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损失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不过尾啊，经过动物检测，才发现两只水猪的体内竟然残留农药成分，含工业强基溶剂，应该是互人偷食，发生危险的代志，园区无法度接受。本所依规定受理并通报动保单位。 目前持续调阅周遭监视器，以厘清案情及涉案人。敢是互人偷食，警察阁继续跟踪线索追查。若是互人害死，会以违反动保法上班，上最会扣罚500万的罚金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